關稅戰對香港工商鋪市場嘅反應係點呢？同大家分析下4月份工商鋪市場嘅最新情況。受關稅戰不確定性因素影響，中美關係有變數，企業同投資者信心受影響。最新標普全球香港採購經理指數顯示，4月份指數維持喺48.3，繼續處於去年中以來低位，反映市場氣氛審慎，工商鋪交投亦見放緩。根據中原工商鋪嘅數據，4月份工商鋪買賣市場共錄得約333宗成交，按月下跌約11.4%，按年就升約9.9%。其中寫字樓成交宗數只有58宗，按月大跌約32%。工廈市場錄得212宗成交，按月減少約7%。商鋪市場就保持平穩，錄得63宗成交，同上月相若。值得留意嘅係，4月份整體成交金額大幅上升至約99億4200萬元，主要因為港交所斥資約63億元購入中環交易廣場多層樓面，帶動寫字樓成交金額急升。展望後市方面，由於關稅戰陰霾未散，大部分企業及投資者對往後1年嘅經營前景看法轉趨審慎，預料工商鋪市場嘅不安情緒短期內會持續，寫字樓受壓會更為明顯。5月份買賣成交宗數可能會進一步下調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